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央选举委员会上午前往恩威特竞选总部颁发市长当选证书，包括台南市选委会主委李梦燕、甲竞选团队总干事潘新传等贵宾拢在场观礼。恩威特表示，这份当选证书是以奖事公职20党内上重的一份，代表责任重大。伊也表示，市政无蜜月期，将伫上短期间内达到无缝接轨。伫颁发台南市长当选证书的现场，黄伟哲由竞选总部总干事潘兴传等贵宾的见证之下，为中选会委员蔡家恒的手中接下当选证书。伫接受访问的时阵，伊表示，市政建设是一棒接一棒。为过去历任县市长一直传承到伊会伫过去建立的市政基础上更加努力。我相信，市政的建设是一棒接一棒。从过去历任县市长，陈唐山、苏焕智，张灿宏，许天才，赖清德，李梦燕理事长，一直到传承到黄伟哲的肩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过去的这个历任。县市首长的努力的基础所奠定的良好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另外，黄伟哲嘛认为，台湾遐尔小，不应该各分哪力，各县市应该共同合作，为民众来努力。因为台湾是这么小，台湾的县市应该不要再分彼此，所以台南跟邻近的，不管是嘉义县、嘉义市，或者是这个高雄市。屏东县，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携手合作，那放下心中的蓝绿，能够为中南部地区，能够为台湾地区、台湾的民众，所有台湾的民众一起努力。那在南部地区，尤其过去这个所谓重北轻南，的这个情形下，其实近年来已经有一些改善了。那将来我们要增加改善的力道以及速度。那携手所有南部县市的这个政府，能够向中央政府力争更多发展的空间以及契机。黄伟哲表示，老百姓看善能力互相支持的语言，因此伊上任以后会向各县市寻求经济、观光、产业等合作，希望会当做较好，符合人民的期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临近台南美术馆兴建当中的烟波大饭店已经完成备成。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甲后一任的新市长黄伟哲做伙前往现场视察。饭店预计明年8月开始试营运，到时阵将会当创造大约4.5亿的年产值，同时提供150个就业机会。位伫咧府城中西区商业繁荣的地带。商事开发案工程所要起的，拥有536间房间的商务旅馆烟波大饭店，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8成，预计伫咧明年108年的8月份就会进行试营运。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以及马上就要上任的新市长黄伟哲一同前来关心，因也拢表示。台南近年来的观光客愈来愈多，来台南投资观光产业绝对是正确的选择。虽然合并前一年，我们全台南的饭店的住宿客是250万，那去年底一年是338万，那今年我们预估了，今年1到6月就180万，那今年的下半年又加上这个宝可梦这个加持，所以我们预估今年可以突破350。到360，也就是说，这8年来大概成长100万人次，这个住宿的一个，所以比较高租饭店，是明智的抉择，5星级的享受，3星半到4星的收费，这个更是有许多，更是一个亮点。那我们希望说，除了如期能够加入这个营运。也希望说，在这个建设的行业，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就能够做到一个新的地景，
刚刚市长提示到那个光是光线照影还有其他部分，我相信接下来不管是美术馆，因为美术馆会先落成，然后接下来的不管是整个动线或整个游览的路线，我们将来市政府也会做最好的妥善的规划。在咧业者的带领之下，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实地来了解到烟波大饭店客房的设计、空间利用的方式，以及四周边会当观赏到的景色等等。这个开发案预计将会当创造4亿外的年产值，并且提供到150个就业机会，对台南的经济发展会有真大的提升。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位伫岸边的向新路旱地多年，最近文化局准备外包经营，也因为边仔的鱼具仓库是属于占用户，所以市府将伫6号进行拆除，结果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认为市府无配套措施就被拆除，所以向议员李文静申请，希望市府会当想办法来安置渔民。位伫安平港历史水景公园内的向新路。原本作为联勤三林市场的仓库，但是伫搬迁过后，一直拢闲置伫遐。现在文化局嘛将要外包来经营，但是文化局烦恼边仔的渔具仓库会影响到整体的景观，同时也因为遮个仓库过去拢是无合法的占用，因此文化局过去嘛有协调占用户爱搬走，但是一直拢无搬走。对此嘛将要伫6号上午进行强制拆除。但是安尼嘛引起当地渔民的不满，认为政府拢无做好配套措施，就爱因搬走，因此嘛甲议员李文静申请。伫你还未做好配套进前，这个你不应该去拆遮的渔具仓库，因为遮个有原住民伫遐嘛，因这渔民他们都是弱势，因伫遐30-40栋啊咧，你今仔日你这个安平港历史风貌园区的一个计划。嘛是差不多2008年、07年左右啊，你去遮官庙讲啊，你迫害文化、侵占人渔民的一个生活的所在啊，所以没有配套之前，这个唔通去拆遮的渔民的遮一个设施，安尼时阵会造成一个渔民的造反啊。对此，渔港所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渔民愿意搬迁。同时，嘛提供3间渔具仓库，甲会使放货柜的渔港码头空间。只要渔民愿意，市府嘛会协助搬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就台湾文教基金会所设立的抗癌预防基金，为1997年开始，已经帮助12000多位癌症的学生。4号上午举办今年的抗癌导师会师以外，也为今仔日生日的同学庆生，现场非常温馨。活动一开始由白河国小太鼓队精彩的表演开幕，其中一位队员嘛是即届抗癌愿望基金的得主庄慧文。伊透过太鼓来锻炼身体，同时嘛鼓励更较侪抗癌的同学会使多多来活动身体。同时，另外一位张云伟嘛用古筝的演出，让大家看到伊20年来对抗癌症的成果。在我5岁的时候，就是有得过癌症，然后就是要勉励大家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就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放弃希望，然后就是你们只要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与你得到的癌细胞或者是一些病魔，把它视为是自己的朋友，然后去面对，然后乐观的去面对，然后快乐的生长下去，生活下去才是最快乐的，才会可以熬过这些难关。然后把握当下比较重要，勇敢的去面对它。像我们现在得奖的那个小朋友，都是我们什么小菩萨、小天使。我们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小孩子怎么会得这种病？其实你不要这样想，他是在成就我们自己，也是父母把他慢慢培养上来，让他在社会上告诉大家说，病没有关系，只要勇敢去面对。克服它，包容它，一定可以克服的。会中教育局长陈小平嘛亲自出席，并一一颁发奖学金予遮的抗癌达师，希望因会使继续加油。同时嘛希望家长若是需要帮忙，嘛会使来找政府相关单位或者是学校。你们的确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请告诉我们的学校，
告诉我们的这个基金会哈，或者是甚至社会局等等的社会资源哈，可以给予各位最大的协助。那我相信在今天在场哈，各个学校的校长师长们哈，也会给予我们的孩子最大的这个帮忙，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因为尤其父母呢，孩子得到这个病，几乎在家就守在家里，在医院守在医院，都要打破这个观念，让他尽量能够走出去。可能的话，身体状况比较好，就到学校去，学校有同学同才团体等等，也不要怕什么传染不传染。我想，因为当然他们的白血球会低一点，但是不至于因为这样而把它跟社会隔绝。今日拄仔嘛是其中一位抗癌毒师林庆文17岁的生日，现场大家嘛做伙为伊庆祝，希望鼓励小朋友甲家长莫放弃希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传承3代手艺，全境各地的国际拄艺竞赛得到金牌钻卡总铺师罗正治。为了让民众重温早年的板凳菜，将伫每年的元旦，伫关庙3世宫的广场举办台南古早味好食节。估计开60桌，全部拢是古早味的手路菜，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事先预定。相信侪侪民众对着电影《总铺师》内面一对老阿婆，为了找回传统的古早味板凳料理，四界走找。现在一名装卡总铺师，当时嘛是两家保卫真的创意料理第3代传人卢正志，特别选定10道的古早板凳手路菜，要让民众怀念过去欧雄大饭店的板凳古早味。用意是因为我们现代的那个古早味的料理已慢慢已经流失了，然后因为一些企业界的一些老板大老板或者是一些宾客。为了要怀旧以前7、8年代的那个古时候的古早味料理，所以说我们保味珍创意料理团队精心规划了10道纯古早元素，内容没有添加任何现代元素一个10道料理。这个活动以前为什么叫黑松大饭店的原因是，早期农业时代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现在搭棚架的那种趋势，都借由这个乡下的柑仔店。去借帆布，帆布上面因为都有印有苹果西达或黑松沙士之类的那个广告名词，所以说，2004年我们文建会把它取译为那个黑松大饭店取译为那个外汇的板凳的意思。10道的菜色，除了第一道五福临门，有八宝丸、粉干、鸭酱等，内行人对饮盘等于看出菜色是毋是有澎湃。另外，还有电影当中的菊花干贝包。以及强要失团的蚵仔菱角排骨酥，每一道拢是真搞工的传统手路菜。这一道菜的话，我相信大家在中破塞版的那个电影有看过，菊花干贝这个是一个以前比较所说的手路菜，也是一个大菜如果以前在做这道菜，就表示主人家要回馈那个乡亲来请客一个很招牌的菜色。那内容的话，它是因为里面有五宝，有豆薯丝、香菇丝、肉丝跟那个干贝丝、猪肚
外加那个蛋皮下去呈现，是一道很清爽而又不油腻的一道菜。在上午的活动记者会中，金牌总捕师卢正志嘛特别秀出古早味的葱爆海参鱼功夫。杜志赛表示，若无伫个20秒完成，就毋是叫做葱爆海参鱼。这道菜的话也是府城的名菜，它这道菜有我们所称的黄金20秒，一道叉鳝鱼，一锅炒鳝鱼要20秒以内完成，从炒到完成要20秒，因为超过20秒又多几秒鳝鱼会炒起来糊糊的，不会脆，没有脆感。卢正志表示，10道的手路菜古早味好实际的活动，预计将伫明年1月1號伫个关庙山西宫的广场来举行，限量只有60道，每道定价6500块。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事先预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英大学应用时代潮流，新设立的文创系，4號上午举辦第1屆文創系展，展出1年級到4年級所有學生的作品，讓大家看到未來台灣文化發展的新希望。中英大学伫咧4年前新创立的科系文创系，伫咧经过4年的时间过后，今年度首次集合了1年到4年所有学生的作品，伫咧校内中英艺廊共同展出了第1届的文创系展。因所运用的材料非常的多元化，商品甲艺术结合的完成度也非常的高。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学程今年迈入第4年，很高兴今天看到全系的师生在这里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那他们的展出有包括像金工，也有玻璃，也有皮雕。我想最好能够欢迎所有的大众有机会能够来这里亲自来观赏我们师生的共创。那这个学系最主要我们是一个很本土化的一个生根。希望能够在台湾扎根，而且把台湾的这文化创意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商品，也能够行销到全世界。虽然中英大学文创系成立只有短4年，但是已经伫咧侪国内商品设计比赛会到袂歹成绩，因为兼顾着艺术的气质甲实用性，校方嘛时常会到这寡学生的创作赠送予来拜访的贵宾。我们这4年来，其实学生都得奖无数。然后慢慢的也走出他们的一个方向来，也刚好我们有3个领域，3个领域就是那个工艺产品，然后文创、文化，然后行销这三个主轴这样子，他们也走出他们自己想要的部分这样子，然后他们的作品也得到学校的青睐，然后送给贵宾。那他也有出去外面比赛，真的很不错这样子。那期待这一届，然后这一次的一个系展，然后4个年级都有去参加布置，那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可以展现他们自己的作品，展现他们自己的创意。因应着时代潮流所创设的中英大学文创系，相信未来会当更加亲力结合台南在地文化，发挥创意，做出较侪美观又个实用的商品。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到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2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